同乡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台湾新眼界》，我是阿明詹伟民。中医署名镜头胆，饭店乐琴声声弹。伫台湾有一位29岁台南囡仔，自细汉就爱台湾的传统音乐甲乐器。迄时咧，因为无钱，伫国考3年的时阵开始就学着乐琴的制作。约袂30岁，做乐琴的时间已经有20多档。现主时咧，这个丧葬礼俗嘛变较简单，嘛互传统的这看门歌渐渐要失传，伊嘛担起传承的责任。伊是林宗发，今日台湾新眼界文化新台湾单元，要带你了解伊的故事。是咱的手法，专注的表情，伊是制琴师傅林宗焕。今年才29岁，林宗焕做乐琴已经将近20年的时间了。如此专心投入制作乐琴，是因为头一摆听到乐琴声，都被深深吸引。电台听到迄个杨秀卿老师在念歌，迄阵是电台不拢会卖药啊，卖药让旁伊就念歌。吼念的吼，即下来咧一站浪芳吼，起来佮开始卖药啊，较听到迄乐琴迄种声音哦，足喜意的，安尼较发现讲哦，原来就是乐琴啦，较家己做。当时才读高中的林宗焕开始找有咧练团的所在，利用暑假时间缀着前辈做伙练习弹琴。不过因为弹琴大部分拢是长辈，林宗焕的加入嘛变成真特别的画面。放暑假、寒假拢会一四假去看遐老人下弦啊，拜1、拜2、拜3、拜4，上远也捌走去甲迄个高雄学寮。啊，因看到你会感觉足奇怪哦，一个少年仔，一个小朋友。会啊，因拢讲哦，这做阮孙会过啊，讲这做阮孙会过啊，安尼。啊，我就去着弦啊，就牵面带安尼下，安尼下，安尼下，啊，较发现咧壁顶一支乐琴。讲我迄支乐琴足久无人弹啊，我较举起来呢，偏，有间因有甲我教，讲啊，你个手提安尼，哦，啊，咱就甲弹啊。算足紧吗？算真紧啊！迄当阵国中了哦，头壳可能较好毋紧啊。啊，要是讲我嘛无几岁啊。啊，伊就讲啊，你着调音安怎调吼？外线内线，啊要教大光弦的外线。外线就配光弦的外线，啊，就调音调啊好，教咧吼，啊就偏，啊就因着伊做因下音的啊，唱因的歌啊，啊我就在边啊，家己安尼掠音，安尼掠，啊安尼弹。民国92年，林宗焕无师自通，完成伊人生当中的头一支乐琴。为着练功夫，林宗焕四界门吸收知识，慢慢累积经验。头一支乐琴我做的头一支乐琴，我有留咧。迄乐琴足大支的，啊手路较歹，啊做到进来，迄就是伫一年咧累积经验嘛，啊伫这当中就是会去使用着一寡木工的工具啊，比如讲敲刀啦、叉啊啦、机啊，啊较豆去共请教，啊去共问看讲啊，敲刀要怎用，啊要安怎磨刀，啊。啥物茶是啥物款的吼？啊，迄是啥物茶啊？乐器啥物所在爱用啥物茶？较豆落去研究，啊，就是互原来做迄落乐器上重要就是爱梧桐。乐器的声音就是较重啊。阮老人看遐老人拖出来，是讲哦，这较重较强。点的意思是？较重较强，就是声音较清脆。
因的琴声随着旋律，互人非常沉醉。林宗焕当初会家己做琴，是因为无钱；现在家己做琴，是因为坚持。会晓做琴的人，一定爱会晓弹琴。安尼你较知影讲，吼，即支琴做起来是好也歹，弹好弹歹弹。所以讲我会晓弹琴，就会晓做琴安尼。较知影讲，吼，即支琴做起来好弹歹弹，迄个手势要安怎律起来较会好弹。对高中开始学乐琴、做乐琴，林宗焕弹过10外冬的岁月。伊的想法真简单，就是希望继续做咱家己的琴，弹咱家己的歌。是啊，随用，利用兵迄个两阿类是取用用，请神经啊，回倒回来会啊用，诚心袂啊请主啊新娘啦，主啊新娘。你啊过好啊富的是啊目甲呢，利用兵迄个两阿类是黄啊见。神经啊，回答回来会啊点，心如得啊自在啊现莲啊，在啊现莲。三月啦，好啊富的是啊无单，利用兵迄个两阿类加偷懒，请神经啊，回倒回来会啊现，心如得啊自在啊现莲啊，在啊现莲。哇，有影精彩！感谢这个宗焕老师，伫咱节目开始的时阵带来遐尔好听的这个音乐哦。这个乐器叫做什么啊？这叫做三弦。哦，三弦哦。啊，这甲咱头拄仔看这个乐琴有啥无共款？三弦是三条线。是。哦，所以叫三弦嘛，就是因为伊三条线。哦，啊，伊的琴筒是圆形的，哦，啊嘛有四角的，对。所以咱头拄仔看这个甲乐琴其实拢无共款，不过咱头拄看的这个乐琴哦，其实你制作的时阵，咱头拄仔嘛有讲过，这个制作的时阵，你国校3年的时阵就开始啊呢。嘿，是，迄阵啊国校3年哦，阮阿公带我去咸水牛墟，是，哦，啊看人咧庙埕人咧下弦啊，啊咱就想要学下啊，要学下的时阵，咱囡仔屁尔无钱通买，毋着，啊就家己做，家己变安尼。啊，头拄只你讲过，家己做，家己变。头先敢有困难点所有？有啊，一开始就是完全拢唔知，拢袂晓嘛吼。啊，你要安怎甲这个物件对无变有？啊，就爱去动头壳嘛。啊，正拄好，阮隔壁一个八公，吼，八公一支卡仔弦，我就甲招来看。我看伊这在啥物材质、寸波，吼偌长，啊用啥物材料做？是。啊，甲请教，啊甲问，啊伊就甲咱教安尼。是，所以迄当中有人讲吼，你拢对这个神拜咧做嘛？有人讲你的这个才少年29岁尔，这个少年的身躯带着老灵魂，敢有人讲过？有啊，大家拢安尼讲啊。是啊，安怎讲？讲啊，你这囡仔屁尔，是讲你无几岁啊，大家拢做迄款老人会做的代志啊。是，啊对你来讲做老人代，你家己感觉会解扰哦？袂啊，足正常。安怎讲？足，因为要安怎讲呢？咱的台湾文化吼，是咱每一个人拢应该爱知影的一个知识啦。是吼，啊，毋过伫语言长去了后，哦，文化就对咧长紧。是。长紧的时阵，咱就变成咱所有人拢毋知嘛，足侪人拢毋知。毋知的时阵，咱去做，换因会感觉讲咱哪会遮奇怪？哦，啊，事实上这是咱应该所知影的。所以对于这个乐琴开始哦，这个缘分是安怎接受的？乐琴是一直到国中，吼，较早我捌听迄个台艺电视台，吼，啊台艺电视台有一出叫做《饮棍叫玲珑》，哦，就是美珠姨啊、甲宝贵姨啊，因迄个饮棍叫玲珑，啊，迄当阵咧唱拿刀子啊，拿头子啊，拿刀子啊，啊，我较听到迄乐琴的声。较看到乐琴的形体，感觉讲哦，这个声音甲形体足喜意的，
哦，啊落尾首搁伫电台垃圾又听到杨秀卿老师在，哦，国宝对，咱的国宝咧念歌，是，哇这透过迄垃圾哦，啊听到声，迄种感觉感觉足神秘安尼。神秘真吸引你嘿，的。对，我念调咧，吸调咧，像吸这安尼吸调咧。是，哦，啊，就想要去做乐琴来弹，哦，啊，就去一世界去，因为我迄阵啊，差不多国校开始，拢会甲遐个老人吼，因固定拜一、拜二、拜三、拜四，因有一个聚会，是一个聚会哦，啊，伫老人会下闲啊唱歌，哦，啊，我就拢会去遐，啊，去遐时阵就壁顶就吊月琴，哦，我就举落来看，啊，举落来安尼偏安尼弹，哦，啊，牛寸尺，哦，他倒来家己做安尼。所以这个成本，听讲这个乐器嘛是这个三弦啊，拢真贵呢。即马手工安尼做起来，嘿，手工琴就是有比较较贵啦，因为伊的迄个贵就是贵伫即个材质，材质。吼，啊，过来就是背后伊的故事，因为我拢是用骨料嘛，是，吼，骨料就伊有为背后伊的故事，伊是对倒来的，啊，为什么伊会用伫遐？哦，比如讲即支三弦啦，吼，即支三弦是以早伫阿里山，哦，台电的迄个电杉，哦，咱的电杉啊环的，吼环啊顶面有迄个一粒，啊然后较牵电线，哦，啊所以即支就是迄个环的料，电杉顶面去环的料，所以这鼓这个电火条啊，迄个料，嘿，甲出来，对，人拄好拆落来，啊伫木材行啊，我看到去甲买转来做，是，啊做的这个工咧，工哦做三弦大概差不多爱成个月，嘿。真个月。对，乐琴嘛是啦，乐琴嘛嘛差不多。听讲这个茶，若伫乐琴这个部分，是毋是伊个扣的这个材爱放较久咧？乐琴我嘛是拢用迄个骨料啦，哦，啊乐琴的骨料我是去伫溪湖，哦中华溪湖，我有一个朋友，因兜三地人拢伫开骨料店，哦，因就是拢去收人拆厝起来骨料，哦，伫做买卖安尼，哦，我就是含伊熟悉了后，哦乐琴的这骨料，我是用铁杉，嘿，我拢固定伫遐摕，哦，迄铁杉拢是较早的牛啦、鸭啊，安尼。是哦，啊，这个部分你都要讲到，咱讲你的这个少年的身躯底带着老灵魂，啊，你甲一般同辈的，因安尼生活，你可能甲伊比起来，就是较大人款，有人安尼讲吗？有呢，有吼，有啊，嘛是有人安尼讲。所以甲因斗阵起来，敢有迄个小差别安尼？会哦，安怎讲？比如讲，咱下课时间吼，10分钟啊，就会小小去福利社吼，啊就是开讲啊，啊买凉的啉安尼，啊变成讲大家咧讲的话题吼，会较无共款啦。哦，我拢会，就是拢会去捌一寡民俗的物件嘛，啊因就是拢较讲，就是讲迄个放假。迄放假啦，啊无就捡宝的啦，迄个较早的迄个游戏机啊，哦啊一寡电视的迄个放假的安尼，变成卡面仔就较无话讲安尼。所以甲老一辈是较有话讲的。嘿，我若甲老人吼，哦做话讲，我头一摆去因兜尔，就互伊请食豆啊，嘿，就调呀，就调咧啊！伊讲哦，你做我的孙，还阁嫌伤细。嫌伤细。嘿，然后啊，伊阿婆就去随去抬鸡。是。因为因后壁因厝后壁有饲鸡嘛，掠只鸡来抬。交代就对啊。嘿，啊，就撇满油。所以对你来讲，这个使命感就是甲这个较老辈的人，因安尼培养起来，对这个乐器的这个坚持，是安怎讲？因为这拢是咱古早人的智慧啦，哦啊，甲伊无去非常的无彩，哦，因为这就不止简单是乐琴，也是讲三弦二意啦，哦，你对一个乐器会使牵涉出真侪伊的背后故事，哦，比如讲咱的祖先对大陆来。哦啊，来台湾了后，就甲乐琴载过来台湾，是哦啊，然后佮当着平埔族，哦族群融合之下，因就佮产生一寡新的语言，哦，也是讲新的歌谣，哦，比如讲恒春即个乐琴的弹唱吼，恒春民谣，因就是用即个平埔族的曲调，啊来填咱的。台语，哦，这就是族群融合。是，
做群用一个产生落出来的物件。所以讲你简单看一个乐器，袂使讲简单看伊个外表，伊背后有伊个故事、伊个意义伫咧。是，其实歌词内底哦，拢嘛讲到真侪即个背后的故事对无？对。有啥物款的歌啊，是你拄则唱的即个《幽花园》嘛？嘿，即个甲咱小解即个。好啊，即个幽花园吼，咱爱为卡蒙歌来讲起吼。是。卡蒙歌伊原本是老热灯，吼，伊是新明生咧用的，老热咧用的电头，吼啊。大家拢知影，以早的人观念就是较重男轻女啦吼，所以讲新明生的老热灯就禁止查某人参加。哦，有安尼？对，因为就是恐惊讲查某人逐个月月经来的时阵吼，会去着对神明无尊敬。吼啊，毋过那以我见解是讲，因为查某人月经来时是身体上虚的时阵，吼，因为咱查甫属阳嘛，查某人属阴嘛。啊，伊月经过来的时阵，就变成搁愈阴，伊个人较虚弱。吼，啊，若去参加这个新明生老热的时阵，伊是属阳，恐惊对这个查某人会受到影响，对伊较不利啦。吼，啊，所以这古早时代是禁止查某人参加呢。吼，啊，这老热灯就是安那呢？伫迄个咱的麻豆神话，吼，这个区域伫闸门溪这个溪的两边区域，吼，以早有这个东西病。18条18条，对，有一个18条这个物件，所以伫神话这个地区有流传一句话，讲叫做7月18条，庄脚查某爬猪条。哦，吼，为什么爬猪条？是，因为伫7月18时阵老热嘛，吼，啊有足侪电头啊，伫东西拼灯啊，吼，家己庄头角头的做电头，啊拢查甫的装查某的，啊拼灯看啥较晓，啊因为这电头好看，啊人足济嘛，啊伊看袂到，伊只好爬去猪条顶。是。较看会到安尼，所以这部分你其实嘛有咧讲价对无？有啊，看蒙歌有啊。是吼，咱看蒙歌等下咱后一拍会佫讲到。啊，这讲价这部分你拢安怎讲价？因为查甫爱去学着这个查某人的这个姿势，爱安怎办？这面教者安尼。你要学哦，啊，无咱叫嘉禾来做伙来学。嘉禾哦，嘉禾就是咱 AM 新闻这个主播。哦，你来做小段会使啦。小段会使啊。啊，嘉禾做老婆。是。较大颗的做老婆。伊有散落去啊啦。哦，有呢。有。看袂出来。是。啊，毋过阮若是要安尼搬，有啥物方法，互阮较入去迄个情景内底？就是爱你爱家己吼，幻想家己变成迄个角色。我是小段了对。对，你小段做小段人，就是爱有小段迄个要求。哦，目睭尾爱共电，爱共电，爱晒着，爱晒目尾安尼。但是我目尾应该晒无啥会起。啦，伪装啊，靠伪装啊，靠伪装就对啊，靠伪装啊，为了吼，像迄古早时代吼，迄个看蒙歌吼，小段出台的时阵靠背，是，大家就迄靠背就有讲到啦吼，集团就爱看伊小段，小段是迷人的心肝，因暗大家就点点啊看。本团三贤真老段，哦，这就是小段的口碑啊。小段的口碑，真迷人。啊，讲到这个看蒙歌，其实你较早是住伫，恁兜就住伫这个福地，人讲蒙阿波啦，伫附近，咱来看一下这个看蒙歌，带你做伙来了解这个中华啊伊的故事。这看蒙歌有一拍口碑讲叫做：你爹亲归空是无心情，也请阮看蒙到恁家，哦。一来带魂过山岭，二来报答好名声。有声有啊流讲，讲流有啊流有啊。流香有啊流有。自细汉就伫务农为主的本协庄大汉，因为厝附近就是蒙阿波，所以常常听到民众仪式的歌曲。厝内大人有禁区，但是煞关袂掉林宗焕对这种传统音乐的喜爱。阮兜边啊蒙阿波啊，人出山就对阮头前经过啊，啊经过阮阿嬷就窗仔门关开，啊叫阮甲阮险入去厝内啊。啊，阮总会迄厅门边啊，两边无有两个窗仔门，啊用安尼唱的，用唱的，啊，阮两个塞一旁啊带啊咪，安尼，啊就看到因迄种哇，穿甲足水的安尼，啊塞一个香亭，啊迄歌吼，迄种歌的开口吼，
足好听。我迄阵印象是安尼，啊，因遐做看门歌较早拢会来阮兜借便所，我着细汉拢会甲因看，哇，你哪会唱安尼啊？唱迄个歌足好听咧，啊。自细汉就接触到看门歌，林宗焕用艺术欣赏的角度来看待看门歌。一般人对看门难免有禁忌，但是对林宗焕来讲，看门歌其实有伊真深的意义甲内涵。内底的代表的意义意涵非常非常的深啦。这三两句话一时间有哪讲袂透。上介基本的就是第一，劝孝，劝咱友孝，友孝咱的是大人，第二，劝善，伊这内底歌词内底有讲着讲，有一鋪就是迄个游十殿，游十殿就是安怎呢？咱人死了就是落地府，落地府了经过这地府的路关，啊较入去十殿，互十殿阎君甲你审判，所以就是要劝干咱劝善，就是讲你在世毋通做歹代志，你做歹代志后摆啊死了后落地府，伫十殿阎君面头前有审判。伊就是要讲叫咱毋通做歹代志，所以伊的意义是安尼，是一种咱活的人对死的人的一种报恩的表现。因为咱拢是对老母巴肚来出来嘛，辛辛苦苦安尼红红幼幼，甲咱艰苦要甲立甲遮大汉，咱总是伫伊死了后，最后的即一段路，伫人生在世数十年最后的即一段路，有一个尽孝的表现，所以拢会请看蒙歌，是一种报答啦。深入研究看门歌了后，才了解其中的奥妙之处。林宗焕心内决定，一定要组团唱看门歌，嘛伫基恩的安排之下，和林宗焕找到团员。一开始是迄个乐团啦，迄个农村武装青年阿达啦，伊去伫迄个婚姻科技大学。因有一个叫做通识课程啦，叫做哲学星期五，就是每礼拜五暗时拢会叫一寡社会各界的人士来演讲，互学生体验到各行各业的一寡趣味的代志啦。伫学校开课甲看门歌，听起来可能感觉真不可思议，但是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林宗焕不过是伫学校开一门东方音乐课。林宗焕讲，看门歌就是祖先所留落来真实存在的生活过程，但是现代人真禁忌，连讲都袂当讲，看都袂使看，所以希望透过教学这个方式，推广予大家知影生活历史所流传落来音乐艺术。所以较早这个看门歌，其实你有讲过是新民大咧用的，不过现主时人来看，可能较有禁忌这个部分，对无？对，因为咱一般咱的民间信仰内底对死亡这两字比较较禁忌啦。比如讲这个路边有人大雨棚办丧事，是大人啦，载囡仔徛倒摆对遐过，拢囡仔目睭暗的，叫你闪，袂使看。爱闪其实这是唔对啦，这是爱趁这个机会，甲囡仔教育到底死亡是啥物代志。是。这是一个真好的机会教育啊！无你要当时徛去靠堂去撞着死人，趁这个机会甲囡仔教育。有一天我嘛死啊，甲囡仔讲，有一天我嘛死啊！我若死的时阵，你要安怎？你要安怎去过你后摆的生活？你的人生是久久长长啊！你要安怎去生活呢？所以讲，对这个死亡较禁忌，参讲嘛袂使讲。这就是这现主时这个社会。对，现主时这个社会就是安尼。所以讲年代就是讲，我伫做看门歌的时阵，就变成嘛是禁忌，袂使听，袂使唱，嘛袂使看。厝里的人有反对过无？厝里的人袂啦，袂吼。厝里人袂反对。是啊，是安怎讲？因为伊都看我嘛做甲真欢喜啊。是，啦。自细汉的时阵，就伫这个恁兜住这个附近嘛，对，所以定定听到。对啊，有啊。细汉时阵，因为阮兜迄当阵就是。要望我补一定经过阮的大门口。经过大门口的时阵，阮阿嬷有听门关起来。我毋过阮囡仔人
较热笑，拢窗仔门开一旁啊，蹛遐偷咪，偷偷看，偷咪看因在创啥是咧，哇，那一阵人安尼行对遐过，是。嘿，所以其实看蒙瓜吼，对着这个商家来讲，其实嘛是一种心理的这个压力的摆下。对，咱丧事内底所有的仪式，伊背后，伊要互咱的一个警讯，就是讲，人总是会行上这条路，一定爱死。是，伫是大人搁伫的时阵，咱爱行孝。哦，所以这仪式背后就是啥？劝孝、很好，劝善、是，诸恶莫作。哦，就是伊就是咧讲的，就是遮吼，啊一寡忠孝节义啦，哦24孝啦，哦十月怀胎啦，吼，讲一寡遮故事。所以讲伊仪式的每一个仪式的背后，拢有伊所代表的一个意思。所以你有人讲，恁这个工课，就是这个较西洋咧讲的心理的这个智商，对对啊。对，因为若以迄个外国人，吼，有一个悲伤哀悼论啦，吼，伊内底有讲到，就是讲，伊讲看蒙瓜啦，吼，第一，伊有悲伤辅导的功能，对，吼，是大人死，咱一定会悲伤嘛，悲伤的时阵，咱会想要哭，咱人就是有目屎的动物嘛，吼，啊，所以就是讲，伫即个做仪式有即个适当的时机，通互你发泄你的情绪，互你哭出来，吼，然后借着即个机会，教育咱的子孙，吼，你爱行孝，吼，啊，爱做好事，袂当做歹，吼，搁来就是情绪发泄嘛，就是悲伤辅导即个功能，就是互你哭。哦，你有即个适当的时机，通互你哭。因为，比如讲，阮捌去做场吼，撞到迄个后生，哦，后生查甫人嘛，哦，啊查甫人就是哭袂出来，哭袂出来嘛。是啊。哦，阮在做场，哦，啊，迄查某囝伫遐烧银纸，伫遐目屎淋淋过，啊，迄后生伫河畔外咧泡茶，招呼人客。啊，阮就开始做嘛，一直做，到即个哭铃，即站就是要哭，是，要声咧哭的时阵，哦，阮会有一个阿姨的。带领家属做孝安尼，电酒对做孝，哦，啊，迄个后生伫边仔咧坐，雄雄我有听一声，哀一声足大声，目屎就淋出来就爬入来啊。是，所以讲有即个照着仪式，有一个适当的时机，互你有一个真适当的理由，会当哭，安尼。真正是心灵这个消透啦，这个甲这个办丧事这段期间，佮有对可能啊爸爸、爸母啊，遮的这个情绪拢甲摆下出来。对，哦，有啥物话要讲，就是趁即阵嘛。趁即阵。哦，就是靠铃即站，就是安那呢？亡魂就是行到即个望乡台。哦，望乡台就是讲哦，阮迄个做看门我有一句口碑哦，一拍口碑讲叫做：你爹亲归空是无心情，也请阮看门到恁遮。哦，一来带魂过山岭，二来报答好名声。阴阳一线相隔界，面前正是望乡台。阴阳相会尽一摆，子孙啼哭你嘛知。就是讲亡魂行到望乡台顶，最后一摆看见伊阳世囝儿孙。啊，咱阳世囝孙就是伫即站，吼，来奉敬三杯报恩酒，要报答伊在生养育因安尼。吼，啊，阮就一个人会来带领因来奠酒做孝，吼，啊，就开始哭，啊，就讲一寡悲伤的故道啦，吼，唱一寡悲伤的曲，安尼。真正装入去人的心做咧。对啊，因呢，尤其阮的阿姨，因拢自国校毕业，十通岁做到真拢做阿嬷，有的甚至用要做阿祖啊。因的迄个人生的经验非常丰富，是，所以讲伊嘛是做阿嬷嘛，所以伊真了解到讲即个生离死别，的即个疼，咱讲心疼的即个经验，即个感觉，所以因咧做口令吼。哦，迄是真正是足忙的，是，嘿，听了会哭。真正是因为安尼，我回想着过去即个厝内底的人，来办丧的时阵，其实有人讲是做即个较传统的啦，有诶做武场哟，有人安尼讲吗？这嘿，你若讲看问我这来讲嘛是算较武场，因为阮出去就是会碰到真侪状况，比如讲像停电，哦，停电啊，像阮咧唱歌唱到一半，我麦克无电。哦，安尼看要安怎吼？迄拢是一种临场反应，哦，拢是来靠你家己的一个反应。所以你头拄有讲到是遮阿姨啊，因咧带领，甲你的甲即个角色
有啥物无共款？我通常我拢是做法师的这个角色啦。啊，法师我就是法师的这个角色，主要就是爱请神念咒，啊开路关，因为咱人死了就是爱升到地府，毋是地甲讲是地府，地府一段方砖路，这段方砖路绕长，路上有过来关卡，啊，就是法师甲翁姨就是爱负责带亡魂过这个关卡，一直到十殿，找见阎王。阎王较来审判，你在生若做恶多端，放某离囝，杀人放火，放洞内，生理人做生理无老实，失人的寸笑减七头，会做这个处罚。啊，阮就是爱带领伊行过这个路关，是所以就是法师的角色就是安尼。迄阿姨因就是安尼，因除了讲做其他的角色以外，因就是带领着这个家属做一个哭的这个动作。所以伊是算，若要用华语来讲，叫做哭婆啦。哭婆，嘿啦，就是负责要引导因哭。其实伫世界各国有真侪国家啦，因的民间拢还佫有流传着即个职业，就是哭丧。哭丧即个职业，越南嘛有啦，非洲迄方面嘛有啦，咱台湾就是卡蒙瓜，是以及孝女白琴，白琴，这个文化嘛真深对。所以有人讲，现主时啊，这个丧葬仪式啊，较简单化，你会感觉这个豆豆失传无？一定会。第一语言就是咱文化要流传，就是靠语言嘛。语言无去，文化就断紧啊。搁来就是时间。即马是科技的社会，然后依照农业社会，较有迄个时间，通好伫厝大河旁办丧事。有影，真卡所在。即马大家拢事农工商嘛，丧事赶紧办办的，量早我要转来做事的，做工课啊，要上班的上班啊，语言、时间，搁来就是空间。时代咧变，较早农业社会，大家拢住迄落5间起的啊，是3间起的大厝嘛，门口定着停好，就踩落啊。系啊，踩落大河旁，就是开始办丧事嘛，打桶。即马大家拢住迄落粉胶厨啊，住公寓拢粉胶厨啊，一间一间。啊，人徛位靠了，你要囥对？殡仪馆啊。对啊，人死就是拖去入殡仪馆。所以讲就是无时间、无空间，语言嘛是一个问题啦。因为卡蒙我拢是用台语咧唱咧讲。你即马台语人听无的时阵，阮咧做，家属伫边听无。因为这内底包含足深的一寡语言，因为伊内底有白话，嘛有文言音，对。所以讲一般无学过的人根本听无啦。有影。对。以早的人就是，因生活伫迄个环境之下，农业社会迄个环境之下，因就是听有啊。因为因的环境就是台语的环境嘛。是。到现在这个环境就是拢讲华语，讲华语的时阵，阮咧做啥因听无。阮请你迄卡蒙我都无效，加开钱的。加开钱的。因为阮咧讲的话，你无度去接受。心理治疗这个无法度接受。你根本听无啊！我要声你哭，你听无你嘛哭袂出来啊。这个语言的障碍就伫遐。对。是，不过咱头先讲着要失传啊，其实你嘛有做教学这个部分讲教，甚至到这个大学去。这当初是上届早就是这个农村武装青年，是这阿达，伊去演讲了后，伊又甲迄个老师介绍我，讲我即支乐器甲迄个人买，迄个人搁咧做卡蒙歌安尼，老师对我真有兴趣，是，无你邀请伊来咱学校演讲一下，敢好？安尼阿达就咧甲我问我讲好啊，毋好？演讲咧好啊，就去演讲，讲煞。拄好学校有一笔经费，就叫因内底一个学生负责，就找我筹备，一开始是讲要做这个乐琴啦，教乐琴的弹唱啊，念歌，毋过因为念歌这需要几落年的时间啦，毋是讲随教随下啊，我讲无开起，我来甲恁教卡蒙歌，歌词分互恁，录音录互恁，上课时间之外，恁下课。不管恁咧食饭，恁咧徛倒摆，耳机倒咧，就是放落去听，就随学啊。对咧唱，是唱久恁就会啊。我等我来上课时，我较教恁骹步手咯。恁较落去跳落去唱安尼。是，所以这学生兴趣应该真济啦吼。有啊，迄阵有那7、8个咧，7、8个咧学。
学到尾也剩一个尔。剩一个，安尼哎呀，讲。剩一个啊，因为遐都无兴趣嘛，哎啊，呀，无兴趣就剩一个啊，剩一个地河，过地河，阮这头扣师啊，嘿，哎，算我头扣师啊所。以即阵还阁有对着你安尼，有，即摆了有咧学，嘿，所以这个社团的部分还阁会动的，对不对？有啦，算以上少年的啦。是，所以一路行来，这个看门歌也好，做乐琴也好，啥物人影响上深，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。做乐琴、唱看门歌，这一段路行来，各界前辈拢是宗焕请教的对象。这一天，咱缀着宗焕的脚步来拜访伊自国中到熟悉的湘南职工。我最起初我含中华就熟悉，最起初是中华人隔壁，遐有人王生，啊，阮去做出场遐做看门歌，啊，中华人阿公带过遐看，啊，那迄阵中华人要读国中诶，中华人个人个聪明，啊个伊人目睭多厉害，平时看了啥伊要甲研究下就会，多厉害。迄时候几冬前我去因遐，几冬后去因遐，伊无共。哦，乐琴啊、琴啊，啥大项都有。啊，有计时头要改要做要创，大项都有。虽然林宗焕甲前辈因为音乐成为忘年之交，毋过一路上互相讨论交流的对象拢是长辈，其实宗焕心内是感觉小看小无。出去规阵拢有会所的人啊，啊，甲咱一个囡仔高中毕业，一定是会较无伴、较孤单啊。啊，毋过我是袂感觉足袂解叫啦，因为自国中、国校开始，我接触着拢遐个老大人啊，拢甚至还佫比因较侪岁，拢遐7、8、10、8、9、10遐个老阿伯啊，拢堪因做伙下闲啊，安尼啊是会啦，感觉会较迷失、较孤单啊。来来就较看我啊，较袂遐孤单啊，有一群人，吼，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来做努力打拼。哦，这是真好的代志，所以就较袂遐孤单啊。因为现代人对丧葬礼仪的简单化，嘛互看门歌面临失传，林宗焕担起传承的责任。现在嘛袂少艺术领域的人来找林宗焕合作，毋过对于跨界合作，林宗焕嘛有伊的想法。跨界合作吼，这代志是真好啦，吼，嘛我嘛真认同、真赞成，因为咱传统的物件一传落来就是安尼，吼啊，咱要安怎互后一代的人会当来认识，吼，就是会当透过其他的方式，吼，比如讲跨界合作，吼，甲其他的乐器合奏啦，是讲歌曲。歌词改编啦，吼，种啦，吼，这拢会使做一个跨界的合作，吼。毋过，唯一有一个重点就是，传统这物件是古早时代人的智慧传落来互咱，伊这是真高深的物件。咱要来谈这合作，第一要件就是一定爱对你要合作的这对象，譬如讲看门歌好啊。你对看门歌一定爱非常有一个彻底的了解，人传落来智慧，你凭啥物要去共摕你要爱的物件？哦，这是对人的一种无尊重。因为职业的特殊性，和林宗焕接触真侪特殊的场合，看到真侪生死离别的场合，这当中嘛，和林宗焕有一寡体悟。有啥物体悟？就是讲，对死亡这个禁区较开化。较袂遐惊死啊！因为咱人永远都无法度去预料你后一秒会发生啥物代志，是明仔载发生的代志你嘛毋知啊。莫讲明仔载，你后一秒会变安怎样都毋知啊。嘿啊，所以就是学看门歌了后，就是要做啥物工课，要做啥物代志，爱即时就去做啊。因为你毋知你后一秒发生啥物代志。你若正经安怎样去，你后悔袂赴啊！所以古早吼，看门歌因遐个前辈因留落来故道吼，讲了真好。
伊讲日落西山不再见，水流东海永不回。草木逢春又月夜，人无两度再少年。这较早的句头，这拢是对遐学来吼。所以伊咧讲，我对这看门歌的体会就是安尼。哇，这个看门歌的这个底底内容实在是真深呢。啊，相对看门歌对你影响上深嘛？看门歌算影响我上深的，算是阮先生啦。陈湘南先生。伊迄当阵我就是高中毕业，应该讲对国中开始啦。国中开始庄头若有人办丧事时阵，我就去看看门歌。就看到，就撞到伊啊。是。阮阿公就甲伊带来阮兜。你甲看这阮孙做的较弦啊，大公弦乐琴安尼。搁来呢，是我高中的时阵啊，阮大姑的大家过身。我就搁去看看门歌，嘿，搁拄着伊，搁拄着伊，嘿，搁拄着伊有缘嘿，真有缘。搁来高中毕业了后，我就要去考迄个街头艺人的证照。阮一个朋友，花龙上，花玲雄就讲啊，伊甲我讲无你去甲迄做看门歌少莫去啦。安尼你去考时阵，较袂唱甲遐艰苦。去少莫去怎熟悉？熟悉了后，我就对伊开始做看门歌嘛。就做，有一日做甲迄个我讲的拄仔讲的撞到迄个师傅因庄恁，伊拄仔去念香，佮撞到伊讲你即摆哪会咧做看门歌？我讲嘿啊，都这有这缘分，毋知甲会接触看门歌开始做，讲吼，有一天就走来阮兜啊，开始甲你教。因为伊伫较早上届早我撞到伊是伫阮兜隔壁，伊知影伊佮知影位啊，知影路，就走来阮兜找我，你敢有兴趣？你敢有想要学？我讲有啊，足想要学啊。伊讲好，安尼你若想要学，我来教。伊就拄着啊，雄雄想着吼，就电话卡来吼，庄环有滴的无？伊就搁徛倒摆来。是。就纸，就写一寡歌词口碑。一件来就摕一张，一件来就摕一张。豆豆安尼甲我教，豆豆安尼传互我安尼。这传师互你就对啊，对，就是讲像恁头先讲的，伫这个大学你做这个教师，是你的这个先辈，就是你头先讲的这个先生安尼。对，真正是有缘分就对啊。有啊，真有算讲真有缘啦。是，啊，毋是即阵佫讲倒代，就是讲现主时啊，你这个音乐乐器部分也好，也是讲这个看门歌也好，其实你已经伫台湾小可有名声出现啊，所以真侪人应该拢找你要来合作吧。名声是有无我毋知啦，我是你过欠啊你？无啦，要找合作是有啦，即个跨界合作，这是一件真好的代志啦，因为咱传统袂当一直走伫咱传统一角，是，咱爱去吸收人新的物件、新的元素，安尼咱即个物件毋就较法度永久流传落去，因为电头也好。戏曲、音乐也好，伊是对着咱的时代在演进，无时不刻伊会吸收一寡新的物件。像看门歌上届古早是查甫的，搁来呢，迄个接受西洋文化音乐甲舞步，创造这个流行音乐的时阵，是做看门歌的人看到新的舞步、新的服装，因就搁吸收入来。所以看门歌是对古早时代穿古装，古装的吼，一直到现代，顶面规身躯拢亮片，金丝丝安尼，骹步手路拢是较现代的一寡流行的元素，所以伊这就是对咱的时代一直在演变嘛，只是讲咱伫这个演变的过程当中，咱人类只是占小部分，当然伫这内底咱就会做特别去。摆脱其他的元素，摆脱其他的物件，是，所以讲咱爱跨界合作，就是会当吸收新的物件，然后互咱具体咱原本这的物件，会当有一个新的发展。但是有一个要点，新的物件、新的文化，伊要来找传统合作的时阵，第一，因一定爱甲传统的物件留地，一定爱学起来。是，想无你一定爱做一出。因为
安怎讲呢？恁会既然找跨界合作，恁就是这方面相关的职业嘛。所以讲，恁来学这个传统文化足紧，因为恁本身有基础。所以讲，来找跨界合作的人，恁本身就爱着这个传承的使命感。对，是恁就是爱甲学起来。恁学起来，毋才有法度去做恁的创新。你无学起来，你只是要摕恁所要爱的物件来丰富你的作品。吼，这阮咧讲叫做头壳油啦。头壳油，对安怎讲？头壳油就是我就是像鸟鼠安尼啊，走骹踅，叽踅去，啊，就甲你吸一粒油，食一粒酥油，头一粒油。头壳油的。啊，就是叫做头壳油啦。头部就对了。对，你就是要摕你要所爱的物件尔，剩的你不管啊。啊，哦，这就是非常无负责任啦，嘛是非常对传统的一个传统的文化非常的无尊重啊。有影。这个文化是流传外年的物件，你凭什么要找人合作？你凭什么要共摕一块块来用？是。卖你就规碗旁嘛。有影。学精，学精。我相信啦，那学了有精的话啦，你创造出来的作品。唔限定是你头壳油的迄个程度，甚至是更较不得了。有影。所以对你来讲啊，心目中啦，若是有这个合作的，什么类型的，你较有兴趣？什么类型？我就拢会使啦。拢会使当去尝试，拢会当去试啦。啊，现主是有试过什么种的？现主是有试过到迄个。剧团，舞蹈剧团，因咧是跳现代舞，哦，啊，因学出去了后有因的作品，哦，彩虹的尽头，有得到台新奖。哦，嘿，对。所以这部分甲因合作的这个过程嘛，真好安尼。嘿，迄阵啊，我真趣味，迄阵就是因云林科技大学，哦，有一笔经费嘛，啊，拄好已经要结束啊，课程结束啊，啊，佫有剩一笔经费。啊，阮甲学生就咧讨论讲，啊无咱来甲即笔经费开好了啊，无嘛是9顿尔，后尾就甲开好了，哦，啊无咱来办一个暑假的体验活动，啊，就伫阮兜办，啊，就阮老母负责煮中昼顿，是，啊，去阮阿伯兜，我有一个阿伯咧拍石啊，拍石啊，咧拍石啊，拍迄个咱台湾全省做者庙啊，庙宇拢有伊的作品啊，两条石壁，伊拢拍石啊，啊伊吼。为着讲，阮要去遐上课，团练，吼，因兜的树仔骹吼，控迄个石刀石椅，互阮有一个舒适的环境安尼。所以迄阵啊，伫遐上课，想起来嘛真趣味。是，所以其实哦，你教学以外，其实你家己有这个歌看蒙歌这个歌团。有啊。现主时伫节目特别尾声遮，其实你有准备一条歌，要送互这个公司台湾新眼界。是。这条歌要用你所爱的这个上爱这个乐器来弹一下呢。对。啊，这拍歌吼，事实讲是真有意思啦。是。哦。啊，我即马就来用咱的乐琴来弹唱，吼。啊，曲调是这个江湖调。江湖调。对。讲起用电视里。大内容丰富啊，又精彩呀！百户的这行里着盛开，传承无疑哦，好未来呀！行入文化里。背地嘴讲咱爸母的语言啊，台湾情人来合作，望结子哦，又开花啊，总怀念歌里。切摆里，唱念趣味呀，通好人知呀。若是听了有意爱，阿明啊，请阮哦，搁再来。
哇，有影精彩！阿明一定会请咱庄欢过来，今日非常感谢咱庄欢来到咱节目现场，感谢。感谢感谢。忠义使命镜头打，饭店月金声声弹。今日感谢庄欢来到咱节目现场，台湾新眼界，感谢乡亲好朋友收看，咱后回再会。